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说得好听，到了时候啊，你就身不由己了。就是他。哦，钟公子。郑先生，我爹让我来找你们，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哦，钟公子啊，你爹他找我有什么急事吗？我爹说山里的寺院风大，让你们别着凉了。还说让你们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啊，你爹的意思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儿的。你们得罪金敏之的事，现在是满城风雨了。公子，带话给你爹，你爹他待我们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这种时候，你一个人跑到山上来找我们，这么远的路，你赶快回去吧。你说的我们都明白了。对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哎，你还是快走吧，别让人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。哦，那你们多保重。等风头过去了，欢迎你们再到北京来。表哥，你又要出远门了？啊，不去怎么办呀？要养家糊口挣钱呢。表哥，嫂子身体不好，你总是出门不管她。嫂子嘴上不说，我替她把话说了，你也别生气。每次你出远门，嫂子她总是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你在外面惹了是非，受了气没人管。为了嫂子，你也要早回来，早点回来。板桥，你听我说，你的个性强，走到哪里都要惹点是非出来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，多让着人家一点。只要你这个人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啊，那比什么都好。娘子，看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做什么事儿，不该做什么事儿，我自己有分寸，你就放心吧。说得好听，到了时候啊，你就身不由己了。青崖大师，我们来向您告辞的。怎么，你们这就要走啊？他们要留，可我们不能连累他们。啊，好啊，板桥，你做得对。他们先走一步为好，板桥在这儿，老衲会安排好的。青崖大师啊，我们几个在这儿连累你了，请你多多包涵。对，大师多多包涵。不要说客气话了。到了扬州，看看板桥家人，给他们家人一点安慰。好，是板桥啊，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们真不放心呢。是啊，真的不放心。看你们说些什么呀？我还没去坐牢呢。放心吧，我有主心骨，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再说还有青崖大师替我分忧解难呢。可惜的是，咱们几个一同到京城来，却不能一道回扬州去了。板桥，家里的事儿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会关照的。啊，老朴啊，钟公子要求做的《清风中海图》，你路过钟府的时候，麻烦你交给他，顺便呢也和钟大人他们告个别。啊，行。那各位，我就不远送了。好，那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好，谢谢。一路走好啊！板桥，你多保重啊！多保重！板桥多保重啊！你们也多保重！办完事早回来，早点回来，保重啊！扬州再见了，走好。既然先生这般有心，碧云寺的花草果木中尚缺一物，不知先生是否察觉？碧云寺的花草果木什么都不缺，可只缺一样。什么？竹。青崖法师，板桥先生如此慧心慧眼，何不请他留下墨宝，也算是补偿碧云寺中这无竹之憾呢？啊，碧空居士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呀！
如果公子不嫌弃，板桥一定做上青竹1幅。哎，1幅可不够。青瑶法师，我请你千岁来殿下数一数。千岁殿下，宫里来人传话说，皇上今夜要召见外国使臣，请殿下务必下山作陪。请殿下立刻下山，奴才已将轿子备好在殿外。殿下，您看是不是？知道了。是。你不要再多言了。这。大师，你不是说他就是当今皇上的皇叔，允喜殿下。千岁在上，快快跪下。千岁在上，请受草民一拜。哎，请起，请起，快起来。谢千岁，不知不为过嘛。青崖大师，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您让老衲数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你带我去数一数这东西耳房有多少间。一间放一幅各异的竹画，7天之后，我要陪皇上来此欣赏。那么，就有劳板桥先生了。画不出来，定你个欺君之罪。奴才，还不快滚！这。没想到，像皇叔这样老实的人，也会想出点子捉弄人，有意思。坐。谢谢皇上。我也是给气出来的，临时想出这么个点子来。其实郑板桥这个人是个很有才学的人，他的言谈举止都是很得体的。啊，朕听说他们在琉璃厂，当着御画师金敏之的面儿，把他的字画给贬了一通，闹得满城风雨。看来他们都不是什么凡角啊。臣下在山上就听家人说了，还听人说钟文奎总督大人把他们带到府上设了家宴。钟文奎是个懂诗书字画的将军，他能给面子？钟文奎再懂，也不能跟皇上相比啊。7天之后，皇上到碧云寺去看看郑板桥的字画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你知道碧云寺的东西耳房一共有多少间吗？不多不少，整整81间，是应99之级数的。7天的时间，你让人家一间房画1幅竹子，还要形态各异，亏你想得出来。皇上，他要是真画不出来，我也能把他怎么样呢？不过是借此机会认识认识这帮画友。可是君子一言既出，岂可轻易改口啊？那以皇上的意思，他要是真的画不出来，我还得告他的官，问他的罪。那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哈，所以我请皇上去碧云寺，到时也还有个定夺。哦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藏起来，这个恶人让朕来替你做啊？不敢不敢，臣下只是以为皇上素爱书画，所以你就别所以的了。届时朕去碧云寺礼佛，一并看看就是了。哦，多谢皇上。嗯。